Hello 朋友，呢排發達啦！今朝一早啊，有人送禮物嚟啦。哇，你估佢係邊個？佢就我來呀，肉乾第3代傳人啊 ，Raymond Hill 超祖坤。睇下發達咯喂，嘿，哇，睇下入邊有4盒啊，包裝精美，攜帶方便，開四一流嘅送禮物。嗱，講起我來也肉乾咧，真係一匹布咁長。響40年前咧，我來也創辦人叫做超抄光，即係呢個 Raymond 嘅阿公啊，阿公啊知嘛？同我一樣好中意飲酒嘅。當時我喺萬花筒嗰度唱歌，酒廊嚟嘅，佢差唔多晚夜都係捧場嘅。嗱，有一晚佢同我講：阿修哥，阿希望兒同係作笑，我來也一個。當時大家都醉醉地飲咗酒唔算數，等佢行車柯河嗰陣時咧，我都忘記咗。哎呀，真係諗起嚟真係好笑。嗱，好啦，唔到3個月咧，我就接到一封電話。喂，敏賢，修哥，我喺我來也拉試下紅歌啊，係咪試下紅歌？我把省姐請你下條歌。到今日我接受啊，你都盲寫出嚟俾我，而家龍基健啊都上去聽 CD 啊，唱到爛去啊，下朝嚟我飛傳藝，哇大鑊，頭啖湯未飲咗喎，我呢個點好咧？冇辦法啦，即刻聽日就上阿紅哥嘅 office 去見佢啦。好啦，第一上到 office 咧，阿紅哥就同我講啦，收講3月D-boy咧同佢作笑過，我來有一個前咩問題，哇！嚟聽到前咩問題喎，幾開心幾爽啲嘛！因為當時咧問題係冇錢嘛。OK， 馬上出嚟紅哥，馬上開工。我就落喺樓下，一行出個鋪頭咧，就睇到嘅鋪頭入邊有2行字就寫住我來也肉乾頂呱呱。東南亞首創第1家，有橋啦！馬上就走去 PJ 錄嗰個麗豐錄音室揾我細佬同我侄咯。所謂3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，一個錄音，一個就帶音樂，我就負責填詞唱歌，2個鐘頭快而準，馬上就搞掂晒啦！聽下呢首歌啦，我來也肉乾。也肉乾